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6月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2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08天。在库尔斯克前线乌军在特克蒂诺南部略有推进，并从东侧抵达首批民宅。俄军开始撤离边境附近的种植园。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还是在这个紧张的交战状态前线总共记录212次战斗，乌军甚至派出飞机持续飞入库尔斯克境内，这其中就包括了 F-16， 而且还击落了俄军的一架苏35超级侧卫战斗机。俄军的第26火箭旅伊斯坎德尔导弹阵地遭到乌军的打击，共摧毁4套俄军导弹发射车。这些导弹发射器本是俄军用来袭击基辅。在布良斯克机场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在爆炸残骸中发现了固体推进剂，推测很有可能是保护机场的 S-400防空系统被摧毁。我们先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苏35超级侧卫战斗机在库尔斯克上空被击落。虽然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俄罗斯的这个苏35战斗机已经被击落过好几架，应该是6架还是7架，但是这一次这个苏35被击落那这争议就比较大了。这个俄罗斯方面已经相当于已经承认了他的 S-35战斗机已经损失，这个视频在网上也很多他的这个飞行员已经被那个直升飞机给救走了。这个飞机坠落地点离乌克兰边境只有10几公里。那现在最大的疑案就是这个俄罗斯这么牛的战斗机苏35到底是怎么被击落的？因为乌克兰方面没有详细的报道，所以很多人在推测和分析。过去这个 F-16战斗机没有到乌克兰的时候那苏35被击落一般就一种可能，就是爱国者那个导弹击落的，这可能性非常大。但是现在由于乌克兰已经用上了 F-16战斗机，所以很多人就分析是乌军使用 F-16战斗机携带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击落了苏35。甚至还有人说犹如这个瑞典不是援助了乌克兰2架萨博那个预警机吗？也就是萨博预警机已经参与了这个行动。乌军的 F-16在超视距对吧，在苏35还没有发现的情况下就已经锁定俄军的苏35已经发射了响尾蛇导弹。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呢？我觉得挺大的。首先这个爱国者导弹现在应该可以排除。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现在就是缺爱国者导弹。他那个爱国者导弹要放在基辅，放在一些重要的这个军事设施，要保护那些地方军事目标自从特朗普上台以后好像给乌克兰的爱国者这个导弹也非常少，没有给过吧。泽连斯基天天喊着就是爱国者导弹告急，也不够所以他不可能把爱国者导弹拖到那个边境拖到什么哈尔科夫或者库尔斯克那个，再拖到那去伏击一个苏35。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也不能说没有，乌克兰人也这么干过。这相比较而言对吧，乌克兰的 F-16有10几架20架了，芬兰荷兰呢援助乌克兰的 F-16已经给完了20多架，那他总得练手所以我觉得 F-16击落这个苏35可能性非常大。但是苏35明显比 F-16要先进按他这吹的它毕竟不是一个时代的机器嘛，号称4代半，号称这个叫超级侧卫那乌克兰人很有可能是采取的是伏击这个苏35，就是他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空军出动苏35配合地面部队打这个苏梅哈尔科夫，他们肯定是在这个路线上用 F-16来伏击这个苏35。这个苏35那也是打一架少一架，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生产。这个苏35因为它是攻击机对吧，它应该不会主动的飞到乌克兰上空，也不会飞到乌克兰境内。它主要是应该是保护那个苏34。苏34是对地攻击机，它是轰炸机对吧，扔炸弹的扔导弹。苏35主要是负责制空权。那这一次乌军把这个伏击苏35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非常经典很有可能让这个俄罗斯空军的苏35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再看看这个乌克兰人呢现在就是玩出花了乌克兰的安全局居然启动了叫代号蛛网行动 2.0。 什么叫蛛网行动 2.0 呢？6月7号，乌克兰武装部队南部作战集团宣布，本周早些时候成功实施针对俄军军列的大规模打击行动，代号叫蛛网行动 2.0。 根据乌军南部集团通报截至当地时间6月7日上午8时，俄军共损失1辆铁路机车、13辆坦克、7门火炮、103辆各型装甲车与军车、10辆油罐车，共载有15.8万至17.2万加仑的燃料。此次行动仍然是由乌克兰安全局主导筹划，与南部集团战术指挥部协同实施。俄军受袭列车为
伪装的军列，外观由粮食车与平板货车混编，实则载有大量的前线装备，比如说弹药、燃料，还有13辆坦克。乌克兰安全局表示啊，此次战术创新延续了2024年首次蛛网行动战术理念，并在多个层面实施技术升级。怎么升级的呢？这个情报显示啊，乌军将多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提前隐藏于普通集装箱中，与货运列车同轨道运行，也就是在这个俄罗斯的铁路上面跑着很多这个普通的这种货运列车啊，它拉的那个集装箱居然被乌克兰人改造了，里面藏着无人机。当这个列车啊遇到军列附近路过的时候，乌克兰人算到它有情报，当列车行驶至预设伏击点时，首架无人机从集装箱中起飞，并精准击毁机车，致使列车骤停。也先打火车头，火车就停了，要么就翻了，那不就拉着那个军用物资陷入动弹不得的状态。随后第2波至第4波无人机群依次起飞，对各个运载平台这个集装箱上面的货物，比如说这个坦克、装甲车、军用物资还有油罐车发动定点打击，整场伏击行动在数分钟内完成，打击效率极高，几乎令整列军列彻底瘫痪。这乌克兰人多聪明啊，对吧？让你俄罗斯人，你那个货运列车拉着乌克兰人的这个改造过的集装箱满俄罗斯跑。现在好了啊，俄罗斯不仅要检查所有的卡车，接下来所有的铁路啊集装箱都要检查，看里面有没有藏无人机。乌克兰军事专家指出，此类铁路自内破西战术代表了乌克兰在资源紧张背景下的创新适应模式，通过无人机与铁路运输系统的结合，突破传统地面伏击局限，最大限度削弱敌军补给能力。这是一种不对称的打击的新范式。南部集团发言人说啊，我们不仅摧毁了他们的装备，也传递了一个信息，没有任何形式的伪装能逃过我们精准的眼睛。首度蛛网行动于2024年11月曝光，当时乌军成功利用铁路网引导一列俄军运载车进入设伏区后，以自爆无人机群袭击方式达成精确打击效果。此次 2.0 版本在隐蔽性、打击节奏及战果规模上皆有显著提升，标志着乌克兰战术无人机使用水平已进入协同作战阶段。随着前线的这个战线形势越来越陷入焦灼状态，乌军越发依赖精准打击与杀敌于运输途中就是打击它的运输补给线，来延缓俄军兵力推进。南方这个南部战区南方作为俄军压轴这重点的阵地其后勤通道每一次打击都将对整体作战产生深远影响。实际上由于乌克兰现在可以生产大量的无人机，它的无人机不需要说仰仗美西方，所以乌克兰用这个手段完全可以到时候切断就是覆盖封锁马里乌波尔那个大陆桥，24小时不间断，对吧？就沿着铁路线炸。这还不算6月6号，乌克兰下达2道命令，让所有在俄的乌克兰的这个特工人员，也就是敌后武工队要对俄罗斯的这个铁路网发动这个破袭战，也就是这个敌后武工队破坏小组对俄发起第2轮打击。这个网上有很多视频流传出来就是这些敌后武工队在那儿不是锯钢轨，就是在那儿撬那个铁轨上的那个螺栓破坏。那俄罗斯的这个军用列车一到那儿，恐怕就要脱轨翻车现在最近俄罗斯境内这个围绕铁路运输的这种破坏那是非常多给俄罗斯的这个后勤保障造成非常大的困扰。6月6号夜间，比尔格莱德州普罗霍普罗夫卡铁路轨道再次发生事件，导致一辆备用柴油机车脱轨。此次事件是近几天来俄罗斯中部地区铁路轨道被炸的第5起案例，表明边境地区的破坏活动有所升级。6月5日，在沃罗涅日州叶夫达科沃至萨古纳段爆炸装置损坏了铁路轨道，也就是这个在俄罗斯腹地潜伏的乌克兰的这铁道游击队现在正全部被唤醒，加大对俄罗斯的打击。实际上这个就是为了迟滞延缓阻击俄军在哈尔科夫要发动的这叫夏季攻势那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打击有没有效果呢？实际上这效果是非常明显乌克兰蛛网行动的效果立即显露，俄军的战略轰炸能力明显减弱。大家还记得吧？这个2022年又是乌克兰的安全局用那个卡车对吧，装了那个炸弹把克里米亚大桥炸了之后人家过了几天吧，然后这个俄罗斯就对乌克兰发动了疯狂的这个报复导弹洗地对吧？我记得那一次好像发射导弹100多枚，
各种类型的，对吧？伊斯坎德尔、什么口径、匕首。但是这一次啊，这个俄罗斯口口声声的说这个疯狂报复、血腥报复，好像力度还有点弱，这导弹比较少啊，就是无人机比较多，这个火力强度啊弱了一个数量级。目前俄军一昼夜只能发射50枚以下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其他的都是靠那个沙赫德啊、小摩托无人机。这种报复啊，确实让人看了这个很是遗憾啊。8日凌晨，俄罗斯国防部宣布，6月7日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新一轮远程打击，宣称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集群，精准击中乌军军工企业、无人机车间、武器维修点和弹药库。与此同时，俄方报称击落311架乌军无人机，其中140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外上演千里阻击战，并在黑海摧毁4艘无人艇。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这个乌克兰安全局啊，有可能发动这个蛛网行动啊，仅仅是个开始，很有可能他们啊正在策划、正在准备更加复杂的大规模的行动，要给俄罗斯人一个教训。因为现在俄罗斯已经被渗透成筛子，俄罗斯的领土也太大，人少，乌克兰人呢跟俄罗斯人很容易混同，然后这个俄罗斯啊又吞并了乌克兰几个州，好几百万乌克兰人现在已经成了俄罗斯人，你哪知道哪个是间谍，哪个不是？要甄别这么多人，你要花多少人力物，还得查卡车，还得查集装箱，根本忙不过来。这俄罗斯的大妈也没有朝阳大妈能干，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普京的所谓的报复啊，还是相对有分寸啊，根本就不敢用战术核武器，因为你不知道乌克兰人现在手上有什么牌，他不是没有牌啊，他是有牌，而且这牌很吓人。这个路透社啊说啊，他说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蛛网行动的全面回应仍未公布，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残酷、无情的偷袭袭击啊。官员们表示，俄罗斯正准备一次不对称打击，不是针对军事目标，而是针对象征性的脆弱的目标。没有关系啊，你克里姆林宫敢这么做，那乌克兰一定会以更惨烈的方式来回击。乌克兰人在俄罗斯到底植入了多少特洛伊木马，这个很难说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8号啊讲话，他说俄罗斯的这些袭击并非报复，而是灭绝行为。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11年多时间里，他们只给我们的土地带来了废墟和死亡，必须制裁俄罗斯，制裁那些与俄罗斯做生意的人。当然了，这乌克兰也没闲着啊。俄罗斯国防部8日发布通报说啊，过去一夜俄境内多地遭到近100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7日晚23时到8日早晨7时，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别尔格莱德州、库尔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地拦截并摧毁61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当地时间7日20时至23时，俄防空部队在库尔斯克州等地击落32架乌克兰无人机。实际上啊，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啊通报的这是击落乌克兰的无人机，实际上呢，图拉地区的俄罗斯叫阿佐特化工厂爆炸，该工厂生产用于炮弹的化学品。由于遭到这个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啊，莫斯科市啊叫多莫杰多沃机场和弗努科沃机场已停止运营啊，这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来了。俄罗斯电报频道报道，莫斯科州普希金诺市一座储存石油和润滑油的仓库发生火灾，目击者听到了爆炸声，恐怕又是无人机的杰作啊。另外啊，俄罗斯方面发出预警说，估计乌军会发射约400架自杀式无人机，重点打击目标是库尔斯克、别尔格莱德、布良斯克三角区域，并指出乌军正在学习俄军的技战术，采用了蜂群战术，分层突防外，首批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很可能携带诱饵弹，也就是前面那些无人机恐怕都是假的，你飞过去消耗俄罗斯的防空力量啊，等你的防空力量消耗差不多，真正的无人机啊带着炸弹的就来了。俄罗斯的预警啊十分准确啊，赶在俄军发动大规模空袭之前，乌军抢先一步发射了自杀式无人机，但与俄军专门攻击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不同，乌军精确打击了俄罗斯的军事设施。乌军击中了布良斯克附近一个俄军基地，成功摧毁一架米8直升机，击伤一架米24武装直升机，还击中了该基地的弹药库。我们再看看外交与国际援助啊，重磅消息啊，说英国国防部长希利再次警告俄罗斯，如果俄罗斯胆敢对乌克兰进行核攻击，英国将在第一时间对莫斯科进行核打击啊！这个我觉得是多余的啊，这只是一种表态啊。实际上，这俄罗斯啊，他是不会用战术核武器的，普京也不会用啊，用战术核武器啊，那就是向世界宣布啊，俄罗斯失败了。法国将军尼古拉斯·李乔呼吁西方盟友和法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军事支持，今年可以实现停火，但要实现停火，乌克兰必须获得大规模军事援助。德国军事采购局局长莱尼格·
艾姆敦说啊，德国武装部队有3年时间采购装备，以应对俄罗斯可能对北约领土发动的袭击。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国防开支已成为北约国家政治议程中的重要课题。美国最近又敦促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这个德国还现在在深挖洞管积粮，现在要这个挖的防空洞摆出一副要跟俄罗斯干的架势卢比奥坚持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继续和平谈判，这是美国媒体报道说周六美国国务卿与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进行了通话，谈话内容之一是当前为结束乌克兰战争所做的努力。美国国务院官网表示，卢比奥强调继续推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谈判的重要性，以实现持久和平。这个卢比奥的调子和特朗普不太一样了特朗普要抽身，对吧？不准备管俄乌战争了，让他们先打一会儿。特朗普甚至扬言要制裁，对双方都制裁，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是你看卢比奥坚持要推进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平谈判，看着卢比奥这个位置也干不长我们看一段泽连斯基谈论对大国的看法，大家看视频。What about China? So, first of all, I think that China has big interests in Europe, in EU, in relations for your economy. I think so. And I think so that in this case, China can help us with any possibilities to stop Putin and with respect of our territorial integrity. To help us, especially in this point, we don't need weapon and etc. We never asked China about weapon because we know answer. But I think that is important. So if China can help us in it, if they really have interest to have a role in this, we are ready to speak about it. 现在有传言呢，乌克兰有可能要打德祖。乌克兰打德祖那倒是轻轻松松没有什么麻烦，只是等时机成熟或者他们换上那个就是脱下乌克兰这个军装，伪装对吧？化妆，把那个德佐拿下，这相当于给地堡老人一个沉重的一击这个波兰新当选的总统叫纳乌罗基他是大概跟特朗普是一样的，但是他当了总统之后他虽然对乌克兰好像不是特别感冒，不像那个上一届那个总统杜达还有那个总理图斯克对吧，疯狂支持坚定支持乌克兰。但是这个波兰的新总统叫纳乌罗基，没想到他居然大骂地堡老人。他说我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你看看对乌克兰不太友好了。但我承认从战略和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支持乌克兰。我们相信乌克兰正在非常勇敢地捍卫自己，但他也需要尊重其他国家利益，特别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支持他。他说俄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新的帝国由罪犯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对吧？这个波兰的新总统纳乌罗基他是特朗普粉丝非常崇拜特朗普。结果特朗普不敢骂地堡老人，这个纳乌罗基带头骂。这个欧洲国家为什么这么不待见俄罗斯呢？对吧？这普京都说过俄罗斯就梦想着融入欧洲那欧洲人为什么跟俄罗斯是对吧？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渐行渐远。我们看看一个专家陈浩武，他说蒙古为什么能征服俄罗斯长达240年？大家看视频。俄罗斯曾经被蒙古征服长达240多年。讲俄罗斯的历史，有一个不能回避的地方，就是蒙古对俄罗斯的征服，正是由于这个长达240多年被异族的统治，而导致俄罗斯和欧洲无论是在文明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上都远远地拉开了差距。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蒙古先后有3次大的西征，第一次是在1162年到1227年，这一次是以成吉思汗为统帅，在这次西征当中灭了西辽，灭了花剌子模。第二次西征是在1235年到1242年，这个时候是窝阔台为大汗，拔都担任了主力。这次西征灭了基辅和波兰，我们说的基辅就是基辅罗斯，就是在这一次西征当中，蒙古人完全征服了俄罗斯。那么第3次西征是在1252年到1260年，这次西征的统帅是绪列乌，他灭了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1260年，蒙古军队彻底踏平了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巴格达。那么蒙古大军在公元1236年的时候翻过乌拉尔山，并且在公元1237年的时候出其不意地攻陷了罗斯东部的一个叫梁赞公国，然后血腥屠城。蒙古人的习惯就是这样，只要你开城投降，他会和平待你；只要你抵抗，他破城以后就血腥屠杀。在城下的进攻
他会为他的统帅立3个帐篷，一个帐篷是黑色的，一个帐篷是白色的，一个帐篷是红色的。那么这个进攻的统帅，他会3天就在这3个不同的颜色的帐篷里面。如果你抵抗了3天，他就会屠杀3天。蒙古军在摧毁了基辅以后，拔都于公元1243年的时候，在俄罗斯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称为钦察汗国，也叫金帐汗国。之所以称为金帐汗国，是因为这个蒙古帝国的大汗，他所住的帐篷都是镶金边的。金帐汗国的领域大体上包括今天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就是我们说的斯拉夫这个民族所待在的地方。那么在公元1246年的时候，罗马教皇曾经派他的使者，一个非常著名的旅行家叫普拉洛，出使蒙古的首都和里。这位使者在经过罗斯的时候，他写道：蒙古人攻击罗斯，并在罗斯的土地上开展大屠杀，他们摧毁要塞，荡平城市，屠杀居民。他们包围了成为罗斯首都的基辅，久攻得城之后，誓死投诚。我投进那片土地时，看到的只是无数暴露在外的头颅和白骨。可以想象到当年蒙古人对俄罗斯这种征伐、这种屠杀的血腥程度。这个金帐汗国一直持续到1500年，也就是说，俄罗斯这个国家曾经被蒙古人统治了近240多年。按照这个陈浩武的说法，因为蒙古人统治了俄罗斯240年，导致俄罗斯他没有办法融入欧洲。有媒体报道俄罗斯汽车工业集团预计将大规模裁员。俄罗斯汽车工业集团预计将大规模裁员，结论令人失望。如果我们卖不出2.5万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工人们就得休无薪假。所有可能的反危机支持措施都已经用完。国家杜马副议长维多利亚·阿布拉姆钦科宣布，这就是越打越富有越打越有钱。俄罗斯产量第4大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叫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今年预计亏损4397亿卢布，现在也是被迫裁员，甚至有可能要被提起破产。这个可是俄罗斯的钱袋子，俄罗斯第4大石油公司居然要破产，巨亏4397亿卢布这也是越打越有钱所以说俄罗斯到底能坚持到哪一天，这很难说说不定一夜之间垮台。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欢迎转发评论，谢谢大家。